一首首经典歌曲接续演唱，每一位会员拢表现出不落级的水准。台南第一歌友会成立迈入第37档，会员来自社会各界，是咱市相当优质的歌友会。过去卡拉 OK 也未流行的时阵，台南第一歌友会所有会员就已经靠着歌唱来联络感情。这个歌友会咧，是伫37档前，由咱台南市有一寡士绅一寡贵妇来所组立的一个会。伫迄个时阵咧，也无啥物卡拉 OK 未流行的时阵，遐个士绅咧，甲遮个贵妇咧，伊拢伫即个成功路一间咖啡厅伫遐聚餐，伫遐唱歌，落尾因哪来想讲，是毋是咱来成立一个会？本地即个会咧，是拢一寡董事长级的，一寡董事长夫人所来组成的。以后咧，有真侪朋友想讲要来参与，要来参加。新接任的会长胡清柔，虽然离会短短2档的时间，因为美丽大方阁好人缘，伊也得到真侪会员的支持，希望会当来接下重任。胡清柔表示，未来伊也将继续举办歌唱活动，同时也结合公益，和第一歌友会活动兼具关怀意义。我希望就是我们的台南第一歌友联谊会可以结合一些，比如说公益办一些活动，然后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子。然后我们的会员人数其实算蛮多的，然后都是一些比较优质的会员。那我也希望说，这些优质的会员大家可以集合起来，一起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这样子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